呢場比賽競爭好激烈，好 M 嘅組合都請嚟咗國外嘅，甚至係金級嘅一啲職業車手。幾位車手喺呢個賽車場嘅里程數都係低於平均嘅。參加 GT 這次的正賽車實在太多了，當然我也希望我的圈速能夠越來越快，我需要更多的練習。85號賽車這邊是發生了打轉的情況，我們的競爭力是不太大的，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去上領獎台。98號車佢係跑咗全年嘅比賽啦，但係85號車冇跑全年。但係呢兩架車其實係呢個車手嘅組合同埋組別喺前兩站同埋後兩站係有所不同，因為轉咗組別之後連續積分呢，其實係唔會喺個組別入邊計嘅啦。咁呢，所以其實我哋嘅目標呢都係喺分站入邊攞到最好嘅成績。咁我哋今站就係98號車 Anson 加 Thomas 以及85號車潘君林同埋黃一博。從我們第一天組成這個車組就會發現，他們的性格是完全相反嘅。咁佢哋性格咧都各有特點。Anson 咧一到比賽咧，佢就有少少緊張，佢每次都好興奮啊，有時嗨得滯。咁啊，宋一賢咧佢就好中意挑戰，佢之所以嚟參加比賽練車，佢唔中意嚟，因為佢覺得悶。佢就係想嚟比賽，就係想跑第一棒起步，就係想遇到啲車攻防。98號車因為依然也是從英國趕回來，每次回來又要面臨時差啊等等。賽場車其實在珠海已經很久之前了，中間也沒有怎麼練過車，所以他們回到賽場的這個熟悉程度其實不夠。我呢是今年第一次來到上賽，駕駛里程一定是沒有這一場的所有的車手要多的。我認為佢係一個好認真嘅車手，真係可以感覺到佢係中意賽車。但係因為佢平時練習嘅時間比較少啦，同埋每次駕駛之間間隔嘅時間都比較大，特別係比賽嘅經驗少，所以我覺得你包括而家30幾架車一齊出場練習，喺一堆車入邊揸車，呢個經驗對佢好寶貴嘅。因為這個是我們合作很多年的車手，他是一個非常強的 M， 這個車組有點像 PA 組的那種搭配。今日嘅3節練車段咧，就好快咁做到一個比較合格嘅圈速，但係至於最快嘅圈速咧，仲需要提升。咁其實講真咧，上賽呢條賽道咧，我哋嚟得都唔算少噶啦。但係你每一次行入上海國際賽車場，嗰個感覺都係唔一樣嘅。尤其係今次 China GT 2025年嘅收官站。咁啊嚟到排位賽，其實我哋車隊入邊嘅氣氛咧都係相對平靜嘅，冇落雨，亦都冇啲乜嘢臨時嘅機械故障需要處理，因為我哋都提前做咗比較充分嘅準備啦。但係俾到每個人嘅駕駛時間都係非常之短嘅。98號車先出 ，Thomas 嗰幾圈咧跑得其實相對比較乾淨，2分02.98，組別第5，唔算驚豔，但係咧好穩陣。我 qualify 的時候，我覺得我是沒有發揮到最好的狀態，因為前後都有慢車，然後我只有1圈的做最快的時間，做了1圈之後，我就是有一個失誤，導致了輪胎上面有一些胎屎，然後我就進站，我想我要把輪胎交給 Anson， 所以我就不能再開了，所以我就很快的回來把車交給 Anson， 但是這個過程呢有誤會。我進來之後，工程師又讓我出去了。所以我再出去的時候，因為輪胎一冷一熱，就導致可能我後面也很難做出最好的成績。因為從琴日下午開始，我就感覺車輪胎上面嘅抓地力，即係同地面嘅咬合度，同之前唔一樣。咁變成我今日開排位賽嘅時候，冇辦法做得完整嘅一圈完美嘅飛行圈出嚟，每一圈都有好多失誤，好多失誤。我哋翻嚟排位賽之後睇翻數據，就發覺可能係我哋胎溫提唔起，其實尋日下午已經開始㗎啦，但係今日早上又突然間再凍10度，
所以就會更加難開。到我依棒，因為輪胎已經又係舊胎，翻咗嚟2次又凍咗，又好多特殊嘅情況，所以再出去嘅時候已經冇辦法做圈速咯，所以亦都係比較遺憾嘅。咁我當時心入邊咧就係諗 OK， 至少我哋都仲喺我哋嘅預期嘅節奏之內。85號車嗰邊咧，和一博嘅 Q1 其實佢相對係比較薄嘅，同時佢喺排位賽入邊亦都刷新咗自己喺上賽嘅最快圈速，佢一啲一啲往前衝，每圈都刷新少少自己嘅最快時間，即使佢面對嘅大部分對手都係套嘅職業車手，佢都冇怯場，亦都盡可能嘅去跑出自己嘅節奏。排位我覺得還是有機會再快一些的，尤其是看完數據之後，自己的 T16非常非常慢。如果 T16再快一點的話，我們看是可以進到03的。然後，但是我做完04之後，再 push 的 T2就 spin 了，然後導致我後面沒有辦法再做出快圈速了，所以也比較可惜。咁到咗 Q2，潘君臨個圈2分01.481出嚟，我哋全部披防人哋嘅人咧都為之一振，全場第5，組別第3。呢個位置好重要，因為喺上海，如果你能夠喺前面發車，好多麻煩係可以避開嘅。排位賽結束嘅時候，我哋其實係有信心嘅，但係咧，我哋亦都知道真正嘅困難先啱啱開始。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welcome to our live broadcast. I'm now reporting from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ircuit, and we are gearing up for the Round 1 final of 2025 China GT Championship. 大家可以通過鏡頭看到，上海大概在1小時之前就已經開始了有一些小幅度的降雨。那麼這樣的天氣情況可能會對車手帶來一些小的困擾和麻煩。咁喺第1回合嘅下晝咧，就開始落細雨，但係佢又唔係暴雨喎，係最討厭嗰啲雨。你唔知佢咩時候停，又唔知賽道邊一忽係乾嘅，邊一忽係濕嘅。呢啲天氣咧，比拼嘅唔係膽量，而係經驗同埋判斷。因為排位賽跑得唔好嘅，跌到去倒數第1、第2排發車嘅，所以目標肯定就係發車就不斷往前衝，引擎聲一着就冇任何想法可言㗎。跟喺安全車入面發車，全部車手都逼住一啖氣。6期1揮動，第1個彎，全部車一齊衝入去。我哋喺 pit 房睇轉播嘅時候咧，心情其實係好緊張，咁千祈唔好出事啊！祈求第一棒 Thomas 壓力其實好大嘅，因為前面好亂，佢發車嘅位置相對靠喺中段，咁咧後邊就推上嚟，一度就名次跌咗落去。車隊指令俾到 Thomas 嘅咧係要穩陣，雨戰就係咁噶啦，你想贏可以，但係你要先活到最後。咁進站窗口打開之後，佢交車俾 Anson 嘅時候咧係組別第4。對於佢呢一棒，我係非常之滿意嘅。Anson 接咗上去之後咧，賽道開始咧半乾半濕，呢啲路面真係好折磨人嘅。有啲彎道捉嗰啲抓地力好，下一個彎咧突然間就跣到好似踩翻眼咁樣樣噶啦。咁喺呢個時候，前面有車失誤，我哋捉住咗機會上升咗名次，最後剩低嘅咧就係防守啦。主要係翻嚟換人嗰時咧，我哋可能發現後胎漏氣，咁嗰時台車突然間托高咗，咁我以為只係掃輪胎嘅沙石，咁我聽到輪胎嘅裝嵌啦、拆卸啦咁樣，重新落翻地嗰陣時，我唔知換咗新胎，因為嗰時咧對講機可能出現咗問題，冇辦法令車手知道，即係高輪師同我哋溝通無效咗。咁我出去嗰陣時，因為我以為4條熱胎，所以嗰陣時第一時間諗住要 push 去爭個領獎台嘅位置，所以喺 T1、T2、T3 嗰陣時就開得比較激進。咁因為 T1、T2 係一個左彎，所以換右胎冇影響，但係去到 T3 嘅時候，動作比較激烈，油門一踩落去，成部車就先咗啦。咁就好不幸咯，可能跌咗成
10秒時間都有，因為從 spin 到重新翻賽道上，跟住有一個從0公里要開到去原先嘅速度，所以選擇嘅時間比較多。咁跟住我哋同組嘅車都追咗上嚟。呢場比賽入邊85號車嘅整個劇情咧係非常之起伏嘅。嗰一波起步咧好冷靜嘅，喺佢嗰一棒咧保持好佢嘅速度同埋節奏，最終安全地把車帶到咗進站窗口。因為如果冇黃一博喺咁混亂嘅情況入邊把握好佢呢一棒嘅整個駕駛時長咧，咁根本就唔會有接落嚟嘅精彩故事。我們跟車隊就是要打這個錯峰值嘛，就是在避開大家去換人的那一棒，避免堵車的情況，所以我去跟快車手去跑了，讓 David 去跟M 去跑。其實我在跟快車手跑的時候，當然跟不上了，但是我覺得不會被其他車手影響。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做法吧。潘君林上車之後，啱出站冇耐咧，就被對手撞咗車尾掉頭，咁啊導致損失咗好多時間。甚至一度俾幾架 GT4 嘅賽車過咗，咁啊跌落到全場第22嘅位置。潘俊麟的賽車應該是在進入到9號彎的時候，這邊發生了打轉的情況。當時咧我真係窒咗下嘅，因為喺嗰個瞬間你會覺得冇啦，今日冇晒希望啦。對講機入邊咧都安靜咗幾秒嘅，我問潘嘉林有冇問題，車有冇問題，然之後咧佢話車冇問題，我試下追翻嚟啊！但係我而家都記得。佢當時講嘅咧，唔係好大聲、好急速咁嗌出嚟，而係好冷靜咁講。然之後佢就開始追啦，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時間喺度行緊，對手亦都喺前面行緊。但係咧，我哋見到個差距喺度縮細、縮細，不斷咁樣縮細。4546 OK， 沒有浪費多少時間。最後圈係幾多？04同06 1.2秒。3個圈啦！好，仲有多圈，仲有多圈，上！由組別嘅第6到第5到第4，直接到最後一圈，真真正正嘅最後一圈。呢一圈咧，我哋全部人喺 pit 房入邊都真係覺得特別漫長嘅，因為你要記有一個問題，佢嗰個鏡頭唔係一直影住我哋架車嘅，咁我哋喺當其時亦都唔知發生緊咩嘢。開到一半的時候，因為 David 的圈數和坐4爭3的時候，發現他們的圈數差好像剛剛好足以在比賽的最後能追到。整個團隊開始突然覺得希望又回來了，然後一圈一圈看着他在不斷的刷綠，不斷的呼籲自己。到衝線之前，最後一個彎出彎，你唔知邊架車喺前面嘅，你唔知佢過咗嗰架車未。但係呢個時候更加刺激係，佢嗰3架車並排出彎，我哋見到嗰架車出彎，我哋都唔知道邊架車喺前面，因為嗰架車真真正正喺視覺上係完全並排嘅。最後衝線嘅時候，我哋竟然係領先0.113秒，攞到咗季軍。唔係因為我哋快，而係因為我哋一直都冇放棄。85號車又創造了一次奇蹟，在這麼激烈的競爭的環境下，又一次登上了領獎台，攞到咗呢個組別第3嘅獎杯，成個車隊好似都將啲壓力放低咗咁，冇人再去計啲積分，因為我哋已經證明咗一次。禮拜日嘅氣氛呢，又有啲唔一樣啦，因為呢，琴日嘅第1回合我哋已經上咗領獎台，但係今日嘅第2回合先係真正嘅收官之戰。其實第2回合嘅節奏好快嘅，
啱發車第一圈就出現咗啲意外情況。98號嗰邊前面嘅車有一個失誤，突然間掉咗頭。咁 Anson 亦都沉着冷靜咁樣，佢從左邊去躲避呢架車，因為架車掉頭之後佢向右邊滑嘅。如果佢當時從右邊走嘅話咧，咁啊真係收咗皮啦。禍不單行嘅係咧，喺呢次意外發生之後唔到1分鐘，賽道上面又再次出現事故。所有人都翻大直路上面排隊等待，突如其來又唔係經常見嘅中斷呢，其實對比賽節奏影響好大，對所有車手嘅心理影響亦都非常之大嘅。因為呢輪胎嘅溫度亦都喺呢個等待期間跌咗落嚟，車手嘅情緒亦都需要重新調整。咁重新比賽之後呢，對於車手壓力同埋強度呢係比第一次起步更加高嘅。咁因為呢次好可能將會係 China GT 2025年度最後一次揮動6期，所以咧所有車手都會全力進攻嘅。98號嗰邊 Anson 咧接落嚟嘅圈數佢都跑得好穩定，冇冒險，亦都冇失誤。入站之後咧，佢就將架車交咗俾 Thomas。咁喺第2棒嘅比賽入邊咧，又經歷咗一次安全車嘅壓縮，成個車陣貼得好緊嘅。Thomas 就頂住咗後車嘅壓力，最後喺組別第6完賽，唔係一個好高光嘅成績，但係一個好完整嘅比賽經歷。85號車呢邊，潘君林起步一度衝到全場第3，節奏非常之好，亦都有一個好乾淨嘅入站。黃一博接棒之後咧，面對連續嘅進攻，有幾次防守都好精彩。但係喺後半段嘅激烈對抗入邊，因為咧佢同棒入邊對付嘅都係職業車手，所以咧最終名次都係會有所下降嘅。咁咧獲得咗組別第5。比賽結束，我哋2架車都冇再登上領獎台。但係咧講真，呢一刻我哋一啲都冇失落，因為比賽本身就有輸有贏，我哋知道我哋自己嘅實力喺邊度。咁第2回合大家心入邊目標咧，更多嘅係一種對比賽嘅完整嘅體驗。喺高強度嘅對抗入邊去完成比賽，收官站嘅壓力下面都可以保持冷靜。其實第2回合俾我哋嘅意義比名次更加清楚，更加重要。第一，佢提醒我哋每一場比賽嘅每一個回合都係新嘅開始，條賽道唔會記得你尋日企喺邊度，你必須每日都去重新面對佢。呢個呢，就係賽車嘅常態，亦都係佢迷人嘅地方。第二，呢個係2025年最後一站比賽，當你走到終點嘅時候，你會發現成績當然重要，但係能夠完整地去完成呢個賽季更加重要。我哋喺上海國際賽車場嘅最後一個圈嘅最後一個彎，其實亦都係喺同呢一年入邊嘅自己做一個告別，同埋畫一個句號。第三係收穫，呢一年我哋學識咗喺混戰入邊克制，學識咗喺領先嘅時候冷靜，亦都學識咗喺失利嘅時候如何面對。呢啲唔係淨係對個車手，而對我哋成一個團隊都係一樣嘅。第一回合嘅季軍係努力嘅回報，第2回合嘅第5同埋第6名係成長嘅證明。我哋享受咗呢啲所有嘅競爭，亦都接受咗結果，呢個先係賽車真正教識我哋嘅嘢。